喺設計同裝修界打滾咗30年，好多人問我點樣先可以確保個工程順利完成。其實背後嘅核心往往唔係幅圖畫得幾靚，而係兩個關鍵詞：信任同舒服。先講信任，好多人覺得呢兩個字好流好虛，但其實佢有極深層嘅意義。當客戶完全信任我哋，成件事就會事半功倍。因為大家抱住嘅基礎係你信我，我信你。喺室內設計嘅角度，呢種信任會轉化成一種心理契約。當你願意將個家託付俾我，出於呢份責任感，我同團隊自然會付出更多，甚至用120%嘅力量去為你做好件事。有呢個信任嘅基礎，個工程就已經成功咗一半。第二個詞係舒服，呢兩個字寫就容易，但要做得到，其實係一門好深嘅學問。客戶要覺得舒服，我哋做專業嘅一定要反應快，唔怕麻煩，有高 EQ 同好脾氣，呢個係基本。但調翻轉，我都希望客戶明白，你要令為你做嘢嘅人一樣覺得舒服。你係老闆出錢請人做嘢，但如果一味夾硬嚟，強人所難去逼師傅做一啲根本做唔到嘅嘢，令到團隊做得唔舒服唔高興，係呢種壓抑嘅心態下出嚟嘅手工同質素又點會好？一場完美嘅裝修，本質上係一場雙向奔赴，揾到信任同舒服嘅平衡點，件事先會真正圓滿。